今日嚟食一間日式純樸風味嘅關東煮竹田屋，有好多關東煮嘅材料可以揀，亦都有好多台灣嘅蔬菜。喺台灣食關東煮有好多醬料可以加，蒜泥醬油、甜辣醬、甜麵醬、黃芥末、辣椒醬，仲有柴魚高湯可以自助自己攞。喺台灣食關東煮原來叫做蚵嗲，佢係嚟自日文嘅黑輪。除咗關東煮叫做黑輪，仲有獅子狗喺台灣都會叫做黑輪蚵嗲。因為呢個係日文嘅意思。娃娃菜、白蘿蔔、日式魚蛋、甜不辣。喺台灣甜不辣其實即係將啲魚漿打成一塊餅咁樣，然後攞去炸。甜不辣本身其實都係日文嚟㗎 tempura， 只不過嚟到台灣之後就變咗係炸魚漿啦。娃娃菜好鮮嫩，真材實料嘅獅子狗。魚蛋彈牙，我咁樣叫一碟都只係110蚊台幣咋，果然係一間好純樸嘅日式關東煮餐廳。喺台灣如果想食飽啲關東煮，你仲可以嗌啲烏冬，嗌啲麵。我最中意就係將啲娃娃菜浸落去個冬湯嗰度，又多一份風味，仲熱辣辣添。